嗱，係咪啊？由高位跌咗成100蚊落嚟，啲金都只係彈40蚊左右，我都話啲金偏弱㗎啦。仲有啊，上個星期五我已經喺金市會員片裏邊講咗有頭肩頂啦，果然係跌啦。呢鋪會唔會係一個大調整呢？我哋用翻 technical 層面分析金價走勢，上星期咧係由3393跌落嚟100蚊，去到3293，黃金咧都係只不過反彈唔夠40蚊，我已經覺得啲金開始弱㗎啦。果然，尤其跌穿3300整數關口之後咧，有跌勢加速嘅跡象喎。嗱，上星期五咧，我喺金市會員片裏邊已經講過啦，頭肩頂已達成，就係呢度啦。嗱，其實咧，你話佢頭肩頂又得，三頂又得，因為咧呢三個頂又唔係話好齊輯輯，但係你話佢頭肩頂呢兩個肩咧又略嫌高得滯。不過姑勿論點都好，呢兩個形態都係一個跌嘅形態，所以我哋唔好理佢究竟係三頂定係頭肩頂啦。同埋佢哋嗰條頸線畫法咧都一樣嘅，所以咧我哋就唔好咁斟酌佢哋係究竟係咩底啦。好啦，金仔跌穿條頸線之後咧就跌啦，最低咧跌到去3245嘅。而家咧我就感覺咧佢係應該會進行一個微弱嘅反彈或者後抽啦，之後咧可能再進行調整嘅。所以今個星期首選咧就係逢高就沽啦。以星期五高位3326作為一個分界線，如果未升穿嘅話咧就可以逢高就沽，突破之後咧就再部署啦。嗱，3290附近咧可以開始嘗試沽空噶啦。下方關注3245支持位，再跌穿咧就3200。如果再跌穿咧就可以去埋呢一個頭肩頂嘅量度幅度3140幾附近啦。好啦，調翻轉啦，留意翻小飛龍同埋正飛龍個數據咧可能會比預期更加多人數嘅，咁啊小心啲金咧抽翻上去，或者小心有打仗嘅消息出現，或者小心咧中東局勢又突然間再惡化咧，咁啲金又會再抽噶啦，大家都要小心小心，因為而家咧又唔係圖表市，又好似唔係基本面市，所以點樣都係要小心噶啦。Energy Watch, your sports partner。上星期金價咧走勢持續轉弱嘅，星期一雖然係裂口高開，並且曾經升到最高3393，但係始終咧都係上唔到3400嘅，之後咧就開始跌啦。星期二一度跌穿3300，其後反彈，但力度咧唔大嘅。星期五再跌，最低3255，係5月29號以嚟最低，最後咧就係收3274嘅。嗱，上星期一中東局勢咧喺一日之內咧出現驚人反轉喎。上星期我早就警告大家，小心伊朗會突然之間冇骨氣和談，然後金就插啊，係咪啊？嗱，先係伊朗對美國轟炸佢哋嘅設施進行報復，發射導彈打擊美國喺卡塔爾嘅軍事基地。消息指出咧，導彈係並沒有擊中任何美國喺卡塔爾軍事基地嘅建築物嘅。咁似乎咧，伊朗咁樣做咧係一場公關 show 啫，旨在話俾伊朗人民聽，我哋已經報復咗美國噶啦咁樣。其後咧，美國總統Donald Trump 咧更加宣布咧，以色列咧已經同伊朗達成停火協議啦。Donald Trump 仲要好抵死咁話咧，我哋歡迎咧伊朗咧繼續發射導彈嘅，我哋咧可能會唔理你噶啦，因為你反正都係唔中噶啦咁樣。哇，真係穿過碼頭咕喱啊！好啦，咁咧佢哋雙方停戰協議嘅時候咧，雖然過程係反覆嘅，但係稍後以色列同埋伊朗咧都雙雙證實咗佢哋已經停火啦。最終呢個歷時12日冇輸家嘅衝突就正式結束啦。點解啊？因為衝突三方啊都宣稱自己係勝利嘅。而金價咧亦都係高位大插啦，喺缺乏避險資金嘅支持下咧，金價咧走勢係明顯偏弱嘅噃。就算 DXY 美元指數跌到超過3年新低咧，都係未能提振金價嘅。而星期五公佈嘅5月通脹 PCE 咧按年錄得增長2.3%，係符合市場預期嘅。而核心嘅 PCE 咧就係2.7，雖然較預測較高，但係整體咧通脹咧仍然都係保持平穩，係冇大幅度回升嘅。所以咧根據利率期貨顯示咧，9月減息機會咧經已高達90%噶，令到金價咧成功擺脫低位啦。好，今個星期咧焦點將會由地緣政治咧轉移去到貿易戰啦。點解啊？因為 Donald Trump 嘅政府咧就對徵收對等關稅嘅日期7月9號即將到嚟啊！到底係延長日期啊，定係 delay no more 協議達成咧？值得重點關注嘅。而數據方面咧，今個星期咧就犀利啦，有多項就業相關數據要公布，當中最緊要就係非農同埋失業率啦。
啦。值得留意嘅咧就係由於星期五咧係美國嘅獨立假期，飛龍咧將會提早喺星期四嘅8點半公佈嘅，金市咧就會將會喺星期六嘅凌晨咧提早收市嘅。其他需要咧就係有小飛龍 ADP 星期三嘅8.3，哇！今次過癮啦，小飛龍同埋正飛龍咧將會連續2日公佈晒嘅。最後咧仲有星期二10點鐘嘅 ISM 製造業 PMI 嘅。